我叫做馬樂彤，今年11歲，跳咗7年繩。我好中意跳繩，因為好有活力，同埋個人都會高啲。我每日放學就要開始練習。講真，有時候自己都會覺得自己能量未必足夠，所以平時教練都會叫我哋飲多啲牛奶，因為牛奶對我哋嘅健康有益之餘，對我哋嘅成長都好有幫助噶，同埋可以令我哋更加有活力。所以當我教練提到子母有呢個7日嘅挑戰，我梗係想一齊開始呢個挑戰啦。希望自己可以成功，由容易到困難做到呢度新嘅動作，由今日開始改變自己更有活力。呢幾日每朝早餐都配子母，唔單止可以一次過補充鈣同優質蛋白質，幫到我嘅骨骼成長，同埋有蛋白質可以幫我增加肌肉，同埋飽啲，個人都精神啲啦。超到每日練習都有進步同埋有力量，朝朝飲子母真係有用，朝朝飲子母營養夠晒數。Yes， 我終於完成我嘅目標啦！我做得到，你都得㗎。聽日開始輪到你挑戰，而家仲有機會贏澳門5星級酒店住宿，連水上樂園體驗添。快啲上子母 Facebook 了解更多啦！